下午好，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石景山文化馆。今天下午，北京民乐社将为大家演出一台折子戏。那北京民乐社成立于2004年4月5日，集结了全国各地喜爱越剧艺术的女孩子，集学习、培训与实践演出为一体，是活跃在北京越剧舞台上一支年轻而且充满朝气的票友队伍。在石景山文化馆领导老师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，常年进行公益演出，传播优美的越剧艺术。经过10年发展，民乐社已经能够演出3个全本戏和几十出经典的传统折子戏。希望通过我们最基层的公益演出来传播戏曲文化，让越剧走进群众，走进每一个年轻人的视野。第一出折子戏是《山河恋》。《山河恋》是根据法国大仲马的小说《3个火枪手》改编。此剧的送信一段深受观众喜爱，曾被越剧演员多次演绎，广为流传。表现的是婢女继弟帮人送信，在无数将军府遇见申曦，申曦对他一见钟情的情节。王蕊饰演继弟，王莹饰演申曦，请欣赏。
秀》是粤剧影派经典传统剧目。本段讲述书生何文秀携妻王兰英上京赴试，路过海宁，互诉衷肠。任晓月饰演何文秀，苏玉敏饰演王兰英，请欣赏。换了唐桑。
很高兴来到明月社，唱这个选段，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越剧，但是我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。那么我希望大家以后一如既往的支持越剧，支持明月社，谢谢大家。西湖情
望东方》，王显林演唱的《浪子成龙后书房》，朱明演唱的《西厢记·听琴》，请欣赏。
恰见她美丽令我怨气。想当初四郎全都也可以，藏起我小情。
表现张生因催母催婚，一气之下卧病在床，写信托红娘转交小姐。莺莺看了后表示要回信骂他，红娘传言，却没想到张生读信后欣喜欲狂。原来莺莺是在约张生月下相会，其中张生由李慧曲扮演，红娘由李子怡扮演，请欣赏。小生的见帖是一道违亲的附身，定是小娘之女，不肯用心咯。啊，什么不肯用心？哎呀，上晴天下雨的，你这个见帖儿写得好啊！爱心真理，爱情，从那些当不真言，我看那书签是你的公子太舒张，我的公公姐姐儿也懂了从今你相会少见面呐，你说是满心相逢，却情愿萍水无山，聚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也不给我管讨费的，他老生一婚，你委屈了。哎，红娘姐，只有你是我的亲天子啊！你这也是我这病儿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太爷，我管不了。红娘姐，话不准是也没有用了，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啊！哎呀，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。这是小姐请你的微信，你拿去还吧。
些老母都是假的，他要我今晚在花园相会你。我且不信。哎，书见为证，书见为证。哎呀，这书签上怎么写的呀？哦，来。西厢下，临风不动，隔墙花影动，疑是我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快请我听听。本日西厢下，小姐让我送上酒去，隔墙花影动，那西厢的脚儿开着灯笼里。隔墙花影动，疑是月人来嘛？就是小生我来也。这是有情。哎，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，难道枉会猜错吗？好过小姐，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？哼，我看你今晚似乎忘我。哎，红娘姐，今晚那九万儿就拜托你了。你们的事我管不了，也不管了。不管了，好，不管了。老夫人，你管了相夫什么？哎，小姐嘛，替我开声就问你。本日西厢家，宁风府。哎呀！红色呀红色，你快些落下，两月儿嘛，早些生气吧，早些生气吧。算命人来了，方才看清的是你。是我。我听你的琴声，好像不是这里的乡音。我是从西上来的，你是从西上来的？小姐，你不是要算命吗？那么，请说。小姐，你要算的是谁的命？我要算的就是西沙王子的命。王子，你是他的谁？我不必告诉你。也好，那么算命吧，去家。
啊。
臣，难道还想加害于我？今生能成为你刀下之鬼母，死而快。这是叔叔怎么要加害于你？只怕生死不保，天理难圆的。生生难以心忘。立即
可笑了，你不怎么看可笑了？
由不得你了。操！向我困境里，生不能做你扶送的伞，难道伞也不能做你刀下之鬼吗？休得啰嗦！操！官文奏事。我要死在你的面前，死在你的刀下。凑合替补。好一个英俊贵妇的男子汉，好一个该死心怕的妇人，我把你埋在我的里，等不了摔不痛。我把一条污名记在你的身上，亲谁想到过是你？你竟从非好好的快活爷爷，死君死到令得我偏要你快，我要你快一快，快监狱扶送，是天生的你放上，你快呐！你扶什么？我要你快一快，我至少做不上你的手，也不必看得见你我缘分的凶手和灵手的身子，完美不美，配不配得上你这当我的英勇？少帅，放肆就是。少帅，想不到我临死之前遇成了你的嫂嫂，扶送，难道你真的不喜欢我换季面吗？你太放肆了！
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摩。2015年7月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下一场演出，届时请关注我们北京民乐社公众订阅号，关注社团的演出和活动动态。你也可以扫一下 LED 屏幕中的二维码，或者微信中搜索北京民乐社公众号即可关注。终于有到在乎，像你青山。